好消息报恁知，不是我老的害。画图的功夫真厉害，全城通人知。我就是看棒赛，擦擦擦擦擦擦，来哟！亲爱的兄弟朋友，请恁予我画看卖，保证会予恁满意，笑嗨嗨。来来来，好消息报恁知，不是我伫咧闹下害。因为我的画图的功夫袂歹，人人才叫我看棒赛。阮厝本来是踮伫咧深山内，几多年前八七水灾，大水淹对阮厝内，淹一个足厉害，高不将才搬对恁家来。来哦，看卖咧，那我画图的功夫绝对唔认输。山顶部大学的朋友拢认定我是画地图的美术师咧。用嘴讲的无标准，我摕几张互恁做鉴本。看，第一张就是火车伫咧走大海，也那第二张是铁马在拼奥多麦。去年我摕这两张去参加全世界美术展览的比赛，嘿嘿。对尾啊，算起来第一名就是小弟不才，这全世界通人知。来哟，恁若是甲我买也会使，也若是要互我画就赶紧来，价钱最实在，也若随在恁送嘛无尴尬。亲像阮隔壁迄个目镜师，伊讲不好有山无后为大，想要带一个某顾家来，无疑每摆都失败。大家拢嫌伊有目睭无目眉，实在可怜待。走来找我这个看棒赛呀，我甲伊整形画目眉，画一个变成一表的人才。经过无几工，交一个查某囡仔，伊是水当当，痛甲骨头照叮当。红包游园嘛是随在以上，来哦，参考看卖。这张就是电影的看板。也那这位小姐，我甲画起非常的性感。也那这位先生真勇敢，踮伫咧路边，两个人在起诉小染。也那要好看，就这张法国的肉弹，穿洋装，胸坎阁漏一半。你若要看，唔通气味寒，才袂流嘴烂。无论是讲油画、水彩画、炭画，拢总无问题。喜怒哀乐，我甲画得非常的详细。老人甲画做少年家少年，画做老阿伯先生，画予好体格小姐，画予腰较细，画乌擦白，我全部无问题。朋友啊，你若是做生意伫咧做卖拄好，事事伫卖长倒。我画一块看板，互恁转去做参考。到时你就知影我画的看板是何宝。来哟，来哟！好消息报恁知，不是我老的害。画图的功夫真厉害，全城通人知。我就是看棒赛，擦擦擦，搁擦擦擦，来哟！亲爱的兄弟朋友，请恁予我画看卖，保证会予恁满意。笑嗨嗨。